般明信片都會將特色嘅景點印喺上高，但百幾年前嘅香港明信片居然將跑馬地紅毛墳場嘅風景印喺上面，到底點解會咁樣取材？紅毛墳場又喺邊度？紅毛墳場其實即係1845年啟用嘅香港墳場，佢係香港開埠之後嘅第一座公眾墳場，原本為基督徒所設，又叫基督徒墳場。墳場入邊嘅教堂同樣喺1845年興建，係香港最古老嘅教堂。早期只係有洋人下葬喺呢一度，所以以前嘅華人就根據洋人嘅髮式，叫呢一度做紅毛墳場。眾所周知，跑馬地又叫做快活谷，但其實呢一個名同賭馬或者贏錢無關。根據香港歷史博物館前任總館長丁新豹解釋，呢一度所指嘅快活，其實就係早登極樂嘅意思。喺殖民管治初期，好多英國人嚟到香港，因為唔適應呢一度嘅水土，或者染上瘟疫身故，佢哋埋葬嘅位置就係跑馬地嘅紅毛墳場。明信片上面嘅紅毛墳場參考咗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設計，種咗好多花卉，將墳場設計成庭園一樣。呢一個位於入口嘅噴水池，據講係香港第一座興建嘅噴水池。中間捲髮嘅雕塑天使腳踏波浪，捧住水瓶向前傾倒，好有歐陸情調。風光如畫嘅墳場風光，難怪會成為明信片上面嘅地標。紅毛墳場喺1913年先至有華人下葬，埋葬喺呢一度嘅名人包括咗香港富商何東、香港第一位獲封爵士嘅立法局議員何啟、革命烈士、香港興中會第一任會長楊衢雲等等。後嚟呢一度被命名做香港墳場。1970年代，因為興建香港仔隧道，長埋地底嘅先人都要養老，大約1000位先人需要起骨搬遷，成為城市發展下嘅一段插曲。